來繼續來看新北地檢署偵辦到愛爾利醫美集團的偷翕案，昨時來拘提到集團的總裁尚如山、甲姓張的特助，以及監視器的廠商姓謝的工程師。檢察官懷疑，這個姓謝的工程師在代誌爆發了後，受到尚如山等等高層的指示，消滅到證據，去甲10間分店的攝影機的主機甲鏡頭攏拆掉，3個人攏互申請收押禁見。上手甲其他被告靠做伙，愛爾利集團的總裁尚如山為載犯人的車落車的時，腳步大無啥會知，精神嘛無偌好。都不會覺得對受害者感到抱歉嗎？尚如山甲姓張的特助甲監視器的廠商姓謝工程師問過了，被聲押禁見。檢方認為講3人涉嫌滅證。代誌發生後，這個姓謝工程師敢若受到尚如山等高層的指示，5月7駛車為雙北各分店一路落南。收走監視器的設備，5月7日檢警於台中查到超到車頂有大量監視器的主機甲鏡頭，查扣包括新北4間、台北3間，甲桃園、台中總共有10間分店的監視器。你們要向受害者道歉啊，受害者很多哎。對，要不要簡單說明一下？受害者哦。愛爾利姓劉的總經理問過了500萬塊交保時，唯一會當轉去的被告，不過雙手插入落地啊，行出新北檢，講無被害人無偷翕，態度互外界難以接受。尚如山身為集團的總裁，對偷翕敢知影，還是講伊就是背後的主使者？檢方繼續咧調查。除了講一開始的妨害秘密罪，嘛新增加誣告去翕他人的性影像，以及偽造性剝削條例等等的罪名，都因為佇被害人內底嘛有未成年的。檢方針對相關的證物繼續咧追查，嘛要調查講影片敢有流出去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